嗰日我發現，自從我開始鋪片之後，你哋不停問我同一個問題：點樣減肥？老實講，我係超級開心嘅，因為第一，我自己有一個唔錯嘅身形變化，6個月減咗50磅。第二，我幫過我嘅 best friend， 我第2個 best friend， 我阿妹同埋唔同 client 減肥，而呢啲經歷真係超級正。所以我總括咗3個方法減肥，跟住做你一定減到。第一，卡路里進出。如果你睇到呢條片，你應該聽過熱量呢樣嘢，有少少抽象，不過等我簡單啲解釋。假設你每日返工賺緊200蚊，而你每日使緊100蚊，咁就代表你每日可以儲100蚊。身形都一樣，如果你攝入嘅卡路里多啲，時間耐咗，你就會增重。相反，如果你消耗多啲，咁你就會減重。你食咩係完全唔重要㗎，就算你食蛋糕、pizza，甚至 donut，只要你嘅卡路里攝入低於你嘅卡路里消耗，咁你就一定減到肥。第二，低卡食物。翻去啱啱嗰個 point， 我哋話如果你係一個熱量缺口，你食啲咩根本唔重要，你一定減到肥。理論上係啱嘅，不過實際上就未必行得通。就好似呢件朱古力蛋糕咁樣，已經有500卡，食4件嘅話已經2000卡。信我，3分鐘內我一定食得晒。所以其實你需要一啲低卡飽肚嘅嘢食，譬如與其食呢根花生醬，我可以食咁大兜椰菜花，咁你就可以壓住個肚飽耐啲。或者與其食呢啲垃圾食物，你可以試下食蘋果、薯仔、麥皮呢啲高纖維嘅食物，因為纖維可以令腸胃釋放減少食慾嘅荷爾蒙，令你飽耐啲，食少啲。而當身體處於熱量缺口，你就一定會消耗脂肪，最終令你瘦啲。喺我嘅做 gym 生涯入邊，呢5樣嘢食完全拯救咗我，大家可以 keep 低佢。所以總括嚟講，做法就係首先用呢個網站揾自己嘅 maintenance calories， 再減400至500卡路里，呢個就係你每日要食嘅卡路里。之後再用呢個 app 揾唔同嘢食嘅卡路里，控制住熱量。如果平均體重喺2至3個星期都冇跌，咁你就可以減多400至500卡路里，持續至少5至6個月，咁你一定減到肥。OK， 可能我誇張咗少少，不過目前嚟講，我哋淨係講咗卡路里攝入，但係要真正減肥，我哋要增加消耗。其實好簡單，每日行12000步，再加每個星期做4次有氧運動就可以啦。我知你哋可能會諗，咁樣唔會好嘥時間咩？可以話係，但係都可以話唔係。12000步驟眼睇落好多，不過其實一個成年人每日大概已經行緊5000步，再加多7000步，其實已經達標。等我 show 俾你睇有幾簡單。依家我開集 Netflix。睇緊嗰陣時，再行啲步數，其實行1個鐘就已經差唔多7000步啦。其實有時你真係要付出時間先有成果㗎。其實咁就已經講晒啦。始終減肥都係卡路里出入，完全唔需要複雜化，只需要長期跟足飲食，咁你就一定減到肥。